全香港頂級財金高官、金融大佬，甚至特首親自出面撐場合影，捧嘅竟然係一個底細、全假毫無資金實力嘅中東路人。點解成個國際金融中心、幾萬個專業金融人士、會計師、律師集體睇穿唔破呢場低級騙局？今日呢條片，我同大家徹底拆解呢場震動全港嘅40億金融鬧劇，掹開表面嘅八卦笑料，話你知呢件事背後撞住香港金融圈最醒價、最殘酷，同每一個香港人息息相關嘅深層真相。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當初見到呢單新聞，第一反應都係覺得不可思議。當時成個香港金融界可以話係傾巢而出，氣勢虛冚到不得了。一個自稱杜拜皇室成員嘅中東男子話會攞出5億美金，大概等於40億港紙，來港開設家族辦公室，投資香港市場。就係呢一句簡單嘅承諾，即刻引來全港頂層圈子嘅瘋狂追捧。一眾財金官員、頂級金融高管紛紛現身撐場，爭住同呢位所謂嘅中東王子影相打卡、站台造勢。各大傳媒鋪天蓋地報道，話香港迎來重磅中東資金入局，係本地金融市場嘅重大利好。結果係點？短短幾個禮拜，熱度散得比煙花仲快。原本講好嘅盛大開張儀式，依次又依次推遲，由滿懷期待變成無限期冷戰，最後更紅莊門口嘅招牌直接被拆，辦公室人處扭空，成件事鐵地不了了之。呢種鹿動全港被吹到上天嘅40億重磅投資，最後淪為全香港甚至全亞洲金融圈嘅大笑話。好多人睇完只會覺得呢單只係一單普通嘅有人招搖撞騙、高官睇走眼嘅八卦新聞，笑一句相關人士有眼無珠、行事輕浮就算數。但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如果你只係將呢件事當成一場普通騙局、一單娛樂鬧劇，那你就完全睇淺咗。呢件事根本唔係一個騙子單方面玩弄香港，而係成個香港金融體係由上到下、由官到商，因為極度嘅焦慮、極度嘅求錢心切、集體自我催眠、自我欺騙，最終演繹咗嘅一場荒誕大戲。更加值得大家深思嘅係一個超級矛盾、超級諷刺嘅現實。我哋普通香港市民平時去銀行開一個最普通、最基礎嘅個人戶口，都要被跪喺職員逐項盤問，查住址、查收入、查職業，幾乎查渣一樣，手續嚴謹到不得了。但凡你組戶有手續資金流水異常，即刻會被現行凍止戶口上報核查，合規尺度嚴到近乎苛刻。但係反過嚟，一個外來人士冇任何權威資產證明，冇任何真實資金背書，底細模糊不清，淨係靠一個杜拜王子嘅空頭頭草，一嘴話大餅嘅投資承諾，就可以輕鬆打入香港最頂級嘅權力核心、金融核心，擺動成個頂層圈子，將成個香港金融圈玩弄於股掌之中。點解會出現呢種離譜到極致嘅反差？點解基層市民辦事處處受限，合規滿天飛，但頂層中影資就可以鬆散到毫無底線？今日呢條片，我唔講皮毛八卦，唔講無謂情緒，逐層抿開呢場鬧劇的內層邏輯，話你知呢件事暴露咗香港金融市場最致命嘅短板，以及未來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將要面對嘅隱憂。首先，我哋用一個大家最易代入、最貼地嘅場景，幫大家徹底睇明白呢場鬧劇嘅荒古之處。大家不妨將香港負責金融招商、對外推廣嘅政府部門想象成一個專門賣半山頂、頂級豪宅嘅頂級地產經紀。呢幾年呢個經紀嘅生意，坦白講，真係越做越難，越做越壓力大。隔籬嘅新加坡就係佢最大最兇狠嘅競爭對手。對手呢幾年瘋狂搶下、瘋狂吸納全球富豪資金，一單有幾十億、幾百億嘅大單不斷成交。風頭一時無兩，反觀香港資金外流，大單減少，熱度回落。對比之下，顯得格外冷清，生意慘淡，數據難睇。上級自然會下使命令，必須衝業績、追進度、搶增量。無論如何，都要交出靚嘅招商成績、金融數據，先可以交差，先可以撐住場面。就正正係呢個最焦慮、最急於出成績嘅關口。呢位自稱杜拜皇室後人嘅男子出咗現。一身中東傳統打扮，掛住王子頭做，開口就話要攞40億港紙來港投資，開設家族辦公室，落實重磅資金入局。對於急於衝 KPI、急於造勢、急於扭轉市場輿論嘅招商團隊嚟講，呢個人簡直係天降及時雨。試問一下，當你飛學咗好耐，等緊一單大單救命嘅時候，
突然有個看似超級有實力嘅大客上門，話要落重本消費，你仲會冷靜審核，慢慢核查佢嘅底細同實力嗎？大概率唔會。當時成個招商團隊、金融推廣體系，第一反應根本唔係核查真偽，而係即刻抓住呢根救命稻草，瘋狂合影，瘋狂對外發稿，瘋狂對外宣傳，話香港成功吸引中東頂級富豪入局，重磅資金落地，國際金融地位再獲認證。但係大家要記住一個行業鐵律，地產經紀再點吹，再點造勢都好，最後決定一單交易能否成交，能否落地嘅，從來都唔係負責拉客嘅經紀，而係負責把關嘅律師樓，負責批核貸款、核查私監嘅銀行。對應返香港金融體系都係同一個道理。政府同金融推廣機構就係前文所講嘅地產經紀，核心職責係對外招商、拉粒絲金、打造熱度、包裝成績，而真正守住香港金融底線、負責真實把關決定絲金能否順利流入香港體系的，係銀行內部一班做合規審查、KYC 客戶盡職調查、AML 反洗黑錢嘅專業團隊。呢班人就係豪宅小區門口最嚴格嘅，更係審核購房資格嘅最終把關人。經紀可以為咗業績隨便放人入場，隨便造勢合影，但係看更絕對唔會因為場面熱鬧有人撐場就跳過身份核查、資金驗證嘅核心步驟。講到呢度，好多人會問一個問題：40億港紙嘅投資聽落好多好震撼，但客觀嚟講，呢個數額真係值得香港特首一眾頂級高官高調出馬全城造勢嗎？我哋客觀對比一下，大家就知。香港本地老牌家族李嘉誠家族、過時家族等單家族基金嘅流動資金，隨便拎出嚟都遠遠超過40億。好多落戶香港嘅跨國 K2頂級投資機構，單筆投資規模都輕鬆碾壓呢個數字。咁點解今次40億嘅投資會引得全港頂層圈子集體出動，高調炒作？核心原因根本唔係氹呢40億本身嘅資金量，而係氹呢單事背後嘅廣告效應、示範效應。香港當時嘅招商邏輯好清晰、好直白，我哋急需要一個中東頂級富豪入局嘅案例，一個可以擺上幣面、對外宣傳嘅成功樣板。只要有一個中東王子帶資入港，我哋就可以大聲話俾全世界，特別係中東市場聽，你哋見到未？就連中東皇室、頂級富豪都睇好香港，落戶香港，將資金擺喺香港，呢就係千金買馬骨嘅商業邏輯。用一單案例帶動整個中東資金市場嘅關注度，吸引更多中東熱錢、主權基金進駐香港。呢個如意算盤表面打得極之輕，但係成個邏輯犯咗一個最致命、最基礎嘅金融錯誤。資本從來都唔睇你嘅口號，唔睇你嘅場面，唔睇你嘅公關造勢。資本只講究真實邏輯、真實收益、真實安全。公關熱度可以造假，站台合影可以造勢，新聞稿可以包裝，但資金嘅真實實力、投資嘅真實意圖、市場嘅真實價值，從來都造假唔到。當香港成個頂層圈子沉浸喺呢場自導自演嘅熱鬧當中，忙住合影、忙住宣傳、忙住刷數據嘅時候，外國傳媒、獨立金融調查機構已經靜靜地起咗呢位杜拜王子嘅底。隨住調查深入，一個又一個讓全港金融圈臉紅嘅真相被爆出。呢位被全港高官捧上天嘅中東王子，根本就唔係咩頂級皇室成員。佢早前嘅職業只係一個唱菲律賓語歌曲嘅普通網絡歌手，毫無金融從業經歷、毫億資本運作經驗。而佢掛在嘴邊，用來護住成個香港頂層圈子嘅杜拜皇室頭草，亦都水得不能再水。只係杜拜皇室體系入面極度邊緣，遠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嘅遠房親戚，排名排到幾百名開外，冇任何皇室實權，冇任何資金支配權，連普通皇室成員嘅資源都佔唔到。仲更加諗價嘅係佢聲稱即將落地嘅家族辦公室，對外吹得神乎其神，話係中東頂級家族私監平台，專注跨國重磅投資。但實際上呢間公司嘅官方網站只係花幾十美金買翻嚟嘅廉價模板網站，毫無專業度可言。網站上面展示嘅所謂管理團隊精英、雙專業運作場景圖，全部都係網上免費圖庫盜取嘅假圖，根本唔係公司真實團隊真實運作情況。成個公司、成個團隊、成個資金背景，由頭到尾幾乎冇一樣嘢係真嘅。大家試下諗下呢個畫面有幾咁諷刺，幾咁謊話。
香港堂堂國際頂級金融中心，坐擁全世界最密集、最專業嘅會計師事務所、律師樓、投資銀行、金融合規團隊。論專業度、論所審核經驗、論風控能力，我哋一直都自認亞洲頂級、世界前列。但係面對一個網絡歌手告裝嘅假王子，一間模板搭建嘅空殼公司，成個香港金融圈頂層官商圈子，竟然集體失明、集體失智，冇任何一個人、任何一間機構做過一次最基礎、最常規嘅盡職審查，係大家真係專業能力不足，睇唔穿騙局咩？絕對唔係，真正嘅真相更加殘酷。係所有人都明知呢件事漏洞百出，真假難辨，但係冇任何一個人願意做個戳破氣球嘅衰人。負責招商嘅官員要業績，要 KPI， 要施政成績，需要呢單案例撐場面。出席活動嘅金融大佬要蹭熱度、刷曝光、拖人馬、揾錢再商機。參與其中嘅從業人員又跟隨大局，迎合風向，唔敢冷水，唔敢唱反調。所有人都心照不宣，集體閉嘴，集體配合，集體做勢，硬生生演戲咗一場現實版國王嘅新衣。大家都睇到問題，大家都唔講問題，為咗各自嘅利益、各自嘅業績，共同將一個空心老關捧成咗中東來港投資嘅超級金主。但係我哋要清楚，公關可以造假，場面可以造假，熱度可以造假。銀行嘅合規底線，全球嘅金融監管就絕對唔會同你講人情、講大局。好多人會好奇，當時呢位王子手握住同特首一眾頂級高官嘅合影，注滿光環，氣勢十足，點解最後仲會落得人去樓空嘅下場？好簡單，因為高官嘅合影、官方嘅站台喺銀行合規、全球反洗錢體系面前一文不值。呢度我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好多香港人都唔太了解嘅家族辦公室真相。大部分普羅大眾對家族辦公室嘅認知都好膚淺，以為只係超級富豪請一班員工幫手炒股票、買基金、打理閒錢嘅普通理財機構。呢個認知大錯特錯，真實嘅家族辦公室從來都唔係簡單嘅理財工具，而係超級富豪用來規避稅務、隱藏私金軌跡、跨國轉移資產、完成家族財富傳承嘅終極法律工具。呢類機構會搭配離岸信託、多層嵌套公司架構、跨國資產配置，結果極之複雜。最大嘅特點就係可以完美隱藏私金嘅真實來源、真實流向、真實持有人。正正因為呢個核心特性，家族辦公室一直以來都係全球洗黑錢、非法資金流通嘅重災區，係各國金融監管、國際反洗錢體系的重點監控對象。講到呢度，我哋就可以對比翻隔離嘅新加坡，睇到最清晰嘅差距同現實。早前新加坡爆發咗一單勒動全球嘅30億級別洗黑錢大案，一幫內地不法分子利用假護照空殼公司，透過喺新加坡註冊家族辦公室，將幾十億非法黑錢洗白，隨後大肆購買豪宅、名車、奢侈品，進行資產轉移。呢單案曝光之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可以話係顏面盡失，隨即刻落重藥出重拳整治，大幅提高家族辦公室嘅註冊門，嚴格審核每一筆入場資金嘅來源，強化實控人背景核查，收緊各項監管規則。但凡資金來源存疑、背景模糊嘅熱錢可疑資金，一律禁止入境，一律不予註冊落地。短期之內，好多原本打算入駐新加坡嘅不明熱錢、灰色資金，全部被卡死，無法落地運作。就係新加坡收緊監管、清理門戶嘅呢個空檔。香港見到咗所謂嘅機遇。我哋當時嘅招商思維好直白、好功利，競爭對手收緊門檻、趕走熱錢，咁我哋就打開大門，放寬條件，推出稅務優惠，放寬註冊要求，優化投資移民政策，全力承接呢部分被支抵出嘅全球資金。背後嘅核心邏輯就係大家都聽過嘅那句說話：水清則無魚。只要資金肯流入香港，肯落戶香港，肯為香港經濟金融數據貢獻價值，我哋就唔過分深究資金背景，唔嚴卡資金來源，先搶翻資金，搶翻熱度，搶翻市場份額再講。心態已經變成咗極度逼渴、極度急進，為咗搶錢搶業績，寧願放寬底線。但係香港政府咁放，招商團隊咁鬆，香港嘅銀行絕對唔敢跟住搏，跟住放水。好多人唔明白點解銀行唔配合政府嘅招商大局，唔為咗香港發展放行。答案好殘酷，亦都好現實。香港所有國際銀行、本地大型銀行的確要配合本地政府政策。
但同時亦都完全受制於美國主導嘅全球反洗錢監管體系。如果銀行為咗配合政府招商 KPI， 為咗迎合市場熱度，隨便放寬 KYC 審核，放過不明來歷嘅可疑資金，一旦被美國監管機構查實，面對嘅後果係毀滅性嘅。凍聳幾十億美金嘅巨額罰單，只係最基礎嘅處罰，最嚴重嘅情況會被直接切斷美元結算通道。大家要清楚呢點，對於一間國際金融銀行嚟講，失去美元結算資格就等於直接被判死刑，即刻執笠，完全冇任何運作空間。所以銀行嘅底線極之清晰，絕不退讓，寧願得罪高官，寧願被質疑唔配合大局，寧願推走所謂嘅重磅投資大廈，都絕對唔會喺合規審核、資金核查呢條紅線上面放水。呢個就係成場40億金融鬧劇最核心、最本質嘅矛盾。香港前線負責招商推廣嘅官員、從業人員，同後方負責風控把關嘅銀行合規團隊，根本處喺兩個完全平衡、完全撕裂嘅邏輯體系入面。前線官員睇嘅係短期 KPI、市場熱度、招商成績、施政面子，覺得有權力、有政策就可以點石成金、做勢成事。而後方銀行睇嘅係全球監管紅線、真實資金實力、合法合規底線，只認資產證明，只認真實流水，只認合法來源，從來唔認偷組，唔認合影，唔認冠冕站台。呢位假王子最後為什麼會無疾而終、人去樓空？好多人以為係佢玩超咗，係佢主動收手。其實真實情況大概率係兩種。第一，佢根本就冇40億港紙嘅真實資金，全程只係靠吹水、靠包裝、靠頭草招搖撞騙，收割香港嘅名氣同資源。第二，就算佢真係有少許資金、有少許資源，面對銀行鐵一般嘅合規審核、嚴格嘅 KYC 核查，完全過唔到關，資金根本無法流入香港體系。就算有再多高官合影、再多官方站台、再多新聞造勢，都幫唔到佢過銀行嘅合規關。呢個畫面其實同香港好多實體生意場景一模一樣，就好似一間茶餐廳，門口嘅知客落盡嘴舌，拼命派傳單，全力拉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先至將客人拉入店內安頓入座。結果客人坐低之後，廚房話冇食材出唔到餐，根本無法提供服務，最後只會身家收場，客人失望離開成間鋪頭，仲要被街坊嘲笑，被市場質疑專業度。呢位杜拜假王子就係個被知客用力拉入場，鹿動全場，但係始終過唔到廚房把關，無法落地成事嘅虛假大客。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點解曾經風光無限、資金排隊入場嘅香港，而家會淪落到要靠追捧一個不知名無實力嘅外來人士嚟撐金融場面做招商熱度？呢個問題就觸及到香港金融市場最深層、最現實嘅地緣資本邏輯。回顧過去幾十年，香港之所以能夠穩坐頂級、國際金融中心寶座，核心優勢從來都唔係稅務優惠，唔係招商政策，而係獨一無二嘅橋縫地位。過去幾十年，香港係外資進入內地市場嘅唯一核心跳板、最佳中轉站。嗰個年代，無論係歐美老牌資本、跨國頂級家族，亦或是內地出海嘅科網巨頭、新興富豪，想要做跨境投資、跨境資產配置，都必須經過香港。嗰陣時嘅香港係名副其實嘅皇帝女唔憂嫁，全球資金係排住隊搶住入香港，唔需要我哋主動招商、主動造勢，資金自然源源不斷流入，市場水大魚大，熱度十足。但係今時今日，成個大環境已經鐵底變晒。